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内险基金会统计，敢若因的单位服务的个案，都将近200个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来险无成假。但是有真侪人因为户籍，抑搁甲厝内底人绑做伙，所得甲不动产做伙来计算，所以无法度申请纾困。基金会是呼吁政府会当来放宽限制。 伫无国翠暗，伊是25岁小琪，为18月开始就离开厝内一人生活，靠服装设计接案来过日子。即摆受到疫情影响，每个月接案量较无一半，想要领纾困金，因为户口无迁出来，所以讲无符合资格。它跟中央不同调，然后第一线的就是窗口受理人员，他其实就是也不确定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受理，就是我的案件这样，会有像不动产或动产问题这样。 本来当作讲，若无证明，只要签设计书就会使申请。想要到区公所，佮要求小琪爱交出家户财税资料，会无倒去领到这个纾困金。立兴基金会统计，像小琪这款的案例有将近200个人，也是想要申请，发现讲爸母早就已经有人申请啊，因为同一户敢若会使一个人申请尔。 家暴的话，那或者是一些这个弱势的一个儿少，事实上他的这个家庭功能本来就不完整，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家户为单位，他们是被疏漏掉的。 卫生部社教署回应讲，即卖纾困本来就是无户口的限制，只以实际共同生活的人来核定家户的所得。若是民众拄到区公所无要受理的情形，会使卡1988来反映申请的状况，为本身争取权益。